各位乡亲，大家好。今日来研究客家实验白话语文嘅研究嘅第九四吧，描写描述篇文章。今日嘅主题係集體語言嘅語詞運用。共有110幾啊。一個今日講嘅第一部分，客文課文一詞一語對照錄音。第82篇，希望各位鄉親大家共下來研究集體語文，乜嘢叫集體？關於講嘅是呢，肢體就是我哋嘅五官啦、手腳啦、身體啦等等部分嘅一個表達意思，本大家嚟做一個記得，同時拿來做運用。在講話啦等等方面各有好處。本調查研究係以語音為主題，本篇特別以集體語言動作方式來做意思嘅表達，以及溝通嘅方式，熟悉整理下來提供各位鄉親、各位同學啊，這個演講啦。戲劇啦、唱歌啦、跳舞啦，甚至做出把戲啦，等等心意方面嘅表達嘅運用啊，所以感覺到講啊，我哋客家嘅鄉親，尤其是南部嘅，對於頭都所講嘅演講、戲劇、唱歌嘅、跳舞等等方面嘅集體嘅表現來運用，效果實在如果查是白話，主要是講啊冇熟絡，也就是係熟絡可以增加意思嘅表達嘅效果啊。經過長期嘅調查，各體集體語言都有共同嘅性質，一般來講都係情緒動作嘅表現。當然，亦係有主體，也就係主角講同副體、配角嘅分別，也就係集體語言嘅動作，為了加強意思嘅表達，可能就有2種以上嘅複合動作來做一個表達。集體包括是乜嘅呢？五官啦，手腳、腰部、腰、背囊、肚臍等等方面嘅動作啊，比一個現實推動嘅術語啊，所以一個術語方式嘅表達啊，更之完善。本篇分為第一種眼組嘅表達，第二嘴型嘅表達，第三手嘅表達，第四呢頭腦嘅表達。第五呢，其他嘅動作嘅研究，先舉個例子說明一下，提供本各位鄉親大家來研究嚇。當然係寫嘅唔會幾完整啦，還有南北地方嘅表現嘅方式各有不同，同時有個詩文嘅，也有個圖嘅，所以講個圖嘅冇寫出來嚇。一個尤其是上馬嘅時嘅表達嘅實在是採取有充分嘅表現咯。我老人家嘅呢就拍個少眼啦嚇，所以講一個集體語言有好嘅也有壞嘅。我熟悉嘅110幾啊，亦係對提供本各位鄉親嚟到參考。後來我哋嚟提嘅佢眼神嘅應用。也就會姿態同語音來做一個配合喎。頭多所講過嘅，一個集體語言可以用各種我哋嘅身體上嘅眼神、嘴型、手啦、頭部啦、背囊啦，也係其他嘅PP天數嘅工具啊，也就講啊，盡量創嘅啦、劍啦等等方面。嚟做一個整合
备一个表演出。我哋来讲演示，睇个诗人，一样嘅诗人，在做戏嘅时候，两眼出看，让说嘅蛤蟆哥呀，下巴蛤蟆哥说红，眼住看看，跟你讲木当当到吼，眼住看你的诗人，嘿，诗人呢，你都要各位诗人咯。好听嘅呢，就我来人。用前人偷看左右两片嘅东西，系人物一般表示有好感嘅意思。尤其什么嘢，看人冇假使看到中意嘅事咧，當然一個冇用來起嚟嚇，人做左右頭看啊，就講到來，冇人做嘅直看嚟是安尼。所以讲，现实佢嘅恋愛啊，係嘅有不同嘅哦，可以講頭擺嘅啦。第二，入目，就是入一雜目組啊，表示一個不同意嘅意思。兩選一嘅時間，另外又有一種嘅表現嘅方式，目組嘅入表示不同意啊，嚇，不同意。第四，木祖鳳鳳，將愛叫愛叫話嘅意思，木祖鳳鳳嚇，木祖鳳鳳愛叫話嘅意思。第五，木祖經變拍，木祖經變拍就是也係相同，表示舒氣。唔高興嘅意思嘅，一個呢木祖變拍呢，嘅五線社會個會表現出來。第七，出木者，一個傷心痛苦嘅時間，讓佢哋出木者，一個表演嘅時間，讓佢哋神木者、出木者一同嘅表現啦，嚇，也做去演講等等方面啦，也可以重要。第七，就是見獨孤。杜牧晒，就上水木嘅意思啦。當然也意思也挺多，個區啦，很樣嘅難事啦，也得呢。第八，牙眼目焦，牙眼目焦嘅痛苦，非常嘅痛苦嘅意思，牙眼目焦，第七嘅叫目瞪瞪。目瞪瞪就是兩眼用力看，用滿足呀，表示不聽決心嘅意思啊，也就眼瞪瞪都見看，眼瞪瞪都一樣喺度表演啊。第十，入目兩隻目組，入目啊，入兩隻目組就不理不看嘅意思，親像一個本文啲都嚟嘅，其實乜嘢？用兩一處 M 人木組，嘅等我就講啊，係飲到全炸膠咩？也係 M 木組來投射啊，也嘅做一個表現表現。第二呢個大下嘅呢，松木단수也係頭，膠或係手等等並用嘅方式嘅一個表現，一個希望。說創藝術嘅欣賞，多嚟研究也好，具體語言嘅應用，具體語言應用可以增加表演嘅一個效果。尤其唱歌嘅時間，重要部分也弄嘅兩下位，他就會感覺加分作用啊！第二，最前姿態同語言配合上去嘛，第幾種漫才，表示加重動作嘅意思，加重動作嘅意思。第二呢，見搭仔，見搭仔就相識啦，見搭仔也係冇錯嘅意思。第三，見變仔，見變仔，經常冇注用啊，見變拍一樣啊，見變仔。就是表示舒氣
而九字嘅意思样式，九字嘅字是盗墓，墓室甲咧盗，九字，而九字诶，冇做一件变拍，尤其生意咧。其实 M 在 M 在 M 人在，表示唔讲话嘅意思，也系人家大批人佢出 M 人在，也系回程一个个演员也系用嘅 M 在。第五，配后难，配后难，闽南话咪讲配后难啊，老同那个关系，就是系讲啊，改変啊，唔係改変嘅意思，配合難，一個所以對人講話嘅時節，注意一條事，一條動作啊，第六咧，最縮到就最不佢啦，佢啊，表示希望嘅意思，可能愛要，真正愛顧嘅看戲，看唔到就後尾看到人他個條件看那個最縮到，而沒有介意了，一個最縮到縮是縮嘛嘅縮，最佢嘅意思。第七，拉高利天，表示當快樂嘅意思，所以表演嘅時節，乜嘅時節拉高利天，乜嘅時節最縮乜嘅時節愛來配合呢，一個表演動作去熟落街嘅第八，打阿喊呢就是一隻事啊。一個有做書片是那個干涉的干那個有書片呢一頁兩頁的頁打阿喊，打阿喊同打哈欠冇相同就上水木個意思，個疲勞上水木，也可能是缺氧的東西嘅氧氣啊，打吧，那會打阿喊。有嘢安尼講啦。第九，夜後難，佢常說昂面要了解，唔係咁了解咯，最白見條後難啊，條後難，有人講昂啊，實在要昂條嘅後難我近視也要昂嘛，差唔多要昂啦全數字就是冇東西好說的所以全數字就大部分是聲音嚟嘅啦，做戲嘅時節也可以用全數字來做一個表態，冇東西可以說的全數字一個人講冇顏色的全數字咁如果按那個動作，第十一，說到辣的時節一樣嘅咯，按辣咯就我見拍咗呀辣到嘅姿勢形態形容嘅咯，通常大家都會表現，是我見拍下滾按個實體喊就會辣，你講辣實嘛，書呢我見拍實嘛難事就難事。困難嘅難，大下4點水就講4點水一個難在實在見難在嚴重一啲行，喺咪咪本大王嘅咩？第18，一個阿妹而已程序方式個手機呢，個性呢，創嘅歌實在有好，現實佢嘅戀愛。我見面有插在一個歌嗰度嚟，而用嘅語詞，我看過有作詞嘅時節用一個感嘆詞，用一個俗語，用成語等等嚟講，而就講現實佢嘅戀愛，後生嘅乜嘅唔曉得走去榕樹背，就睇路風南州一窮隊
伊讲啊，伊看到面啊，我杀，咬开啊，阿妹哦，唔讲人过载，一条歌嘅色彩做得非常的好哈。又就会讲啊，一个叹词嘅应用，感叹词嘅一个应用，好，一个第14，安尼咯，吼，好坏一个坏到一个非常的坏，一个冇办法表现出来。亲像讲啊，书本欠咪急到个，安尼咯，同样回事。哦，好，第5呢，好啊金钱，就是好的不得了。哦，哎呦，安尼个好，哦，就睇到讲啊，说廿多钱好啊，有人扎叫嘅，有人抢嘅，哦，好啊金钱也是在形容词，哦，词句。牙牙生齿，就是一个基本嘅一个本文地图里天嘅图啊，有个牙牙生齿，就是国语相当于国语嘅咬牙切齿，表示当恶嘅意思啊，可能牙牙生齿哈。一个生有2种写法。一个金字旁加上一个先后嘅先，冒出生皮嘅生，永远就是一个牙齿，一个生牙齿，生是正当嘅是撇，往嘅是生，本叫为生动，个生，咬牙切齿嘅意思。表示当恶嘅态度啊。第17，絕，冇本事希望嘅意思啦。所以有人講啊，用比喻實體內容嘅啊，絕，一個絕呢，有讀實，實是惡實，是嘅時間本身啊，只有絕。絕啊，就冇嘅意思啦。個另外一種講法吧，講啊，有啊冇啊，有寫嘢，有寫嘢，太準行嘅長嘅乜嘅啊，準嘅行嘅長嘅乜嘅啊，下公寫那個，佢有寫嘢，就冇嘅意思啦。18，類似一個通作，一個類似樣寫，就表示在下界有辦講啊。表示在下嘅有辦講，類似表示強調一下、打怒一下，壞事嘅意思，也係壞事嘅意思。第19，最濃度，如果最濃度，最暫那個表示唔高興嘅樣式啦，最濃度，萬一做乜嘅事情都唔高興喎，最濃度喎。佢都是白做嘅，一條白嚟講嚇。第20，見變在，上面所講過嘅嚇，同埋見變在見嘅木做見變拍嘅意思相同，將愛叫為嘅樣式嚇。第21，咬痕牙見，痕是牛屎片解講痕出嘅痕。牛屎片加上痕出嚟痕，本文對都有寫出來一個咬痕牙見，意思是講堅強嘅意思，東山再起嘅表態牙先生，一個苦耐勞一個意思啊。好，一個土地都裡有寫講牙先生，一個先都用。有人用寡婦嘅地圖嚟嘅，也有人用頭前嘅一個咬牙切齒，表示當惡嘅意思啊。你嗱冇聽惡過有人講惡詞就係講老公強嘅惡字體各位同朋友大家注意到尤其做婦人家嘅人有一個
孙公佛教嘅教训講一樣哦，有乜嘅咯？個中個應該就係咩唔到嚇？亦就講啊，善良恭儉讓，嚇恭儉讓，他個成個有禮貌，個樣兒嚟咧，冇暗惡嚇，看得到乜嘅事情眼牙先知嚇，咬牙嘅咬起來咧，冇有嘅本人嘛，堅強嘅意思，東山再起，很做得嚇，所以善用肢體語言可以增加表演嘅效果。一個除了一個以外呢，還有衫褲啦、儀容啦、打扮啦等等，都係一個本人加分作用啊。不管是政治人物也好，一個戲曲嘅表演也好，唱歌嘅歌聲也好，一個方面呢，反正上台，本眾人所看啊，都會略略嘅注意到，一個儀態嘅一個部分打分佔20%。好，第三，數個部分嘅姿態同語言，一卡鏡頭，卡用一下，就是卡東西嘅卡，挑書片加上我哋客家嘅客啊，卡鏡頭，將來書係想打通戶嘅意思，鏡頭卡呢樣，發過來樣啊。第二，數字功表示當好，稱讚嘅意思。但是也係翕相，時常是比數字功，但是我有看到有人比數字功同數字咪向下傳出來，到底係乜嘅意思呢？啊，各位鄉親，比數字功同數字咪，呢一直是比方啦，啊，大部分都係比數字功都提嘅意思啦。啊，第三，比中指啊，就可以殺人家、侮辱人家、不禮貌嘅意思，少用語妙，一個比出來啊，都時常會想打喎，嚇。所以講啊，中指冇咁當人比，數字嘅按樣嘅咧，保護保山眼那個善意咯，一定要注意到，數字咪是乜個意思？表示最差、最後一名，恥笑人家嘅意思。假如會講啊，比利時哦，比利時它個是嘛，最美嘅意思啦，嚇，比利時頭擺嘅話。第五，那個數字嘅強強，數字強強表示多點嘅、慘嘅、是嘅一種嘅意思，糟糕的意思啦，數強強冇寫。小黨係咧，小黨就過身嚟啦啊！約數五字純數中有上下緊同啊，一個表示歡迎，喊人來過來，喊人來過來啊，叫約數啊。嗰個約數呢，就左右8種相前。但是左右同表示唔係意思，反對嘅意思啊。好，第八，吹拳頭，隨從的拳，通常是右拳打左拳，拳啊打左拳，隨心講咯，有一種嘅情況啊。一個做戲嘅時間，我真是吹哦，我是想要個啊。第九。兩手插腰嘅，手插腰嘅，表示一邊咩出來，歡迎上陣嘅意思，上打嘅意思，一邊咩，兩手插腰嘅，嚇，做戲嘅時間要注意到，唱歌嘅也可以表演啦，但是唱歌嘅因為太極點子講啊，要用一隻手拿麥克，冇辦法用兩隻手嚟做比啊。第十。一記數字畫面，也唔是講太個老啲，就聲音嚟講啊，少，唔係不要臉啊，唔地見少喎，少，安尼嚇，
单字点名，也个就严重的问题啊。多点啊，就糟糕的意思。所以我哋客家人过去我说做过一个事情，有一个长官对部属用一技术字，结果上大。这是这个都人评会嘅一个评言之一。我讲要违反到客家人的规矩，相当冇礼貌。何况一个大厦嘅主管人哋有比当个太安，结果他家结果，一个两头不防，第一个呢不服从两头。第13，做有数嘅数字工比合法的啦。做有数嘅数字工合法的啦，表示心心相印。配对成双的意思，一个就讲一个恋爱世界啦，两数字工比可能安尼伊都对啦，真皮没人啦，这个做有数字工，这个比像合并行业啦，就心心相印配成双配合成对佢成对嘅意思啦。14，做数比人强呢，有数一直向这个向人强呢，开童书也有个故事的特别嘅童书也冇讲过样一个比人强呢，有数嘅实质听技术检查的人可能到底是搞什么东西也冇讲过样一个15，做有数状相乘复合，母子那个数字工精通数字工精通，也就特别寒些时间呢，加工打加嘛，也就个表示啦一个也系骂人嘅意思做有数嘅数状相乘穷下，按过两片呢，做数嘅数字工同有数数字工精通也意思就讲头摆嘅正嘅上嘛，加工相打嘅意思，加工打加嘛第16，两数比人强呢，可贴双眼，会做乜嘅咯？像望眼咁樣嘅看人人強呢，真正冇望遠鏡，冇條件用數比起來看個人地位也就講啦，望遠鏡，但是做戲嘅時間，看個人嘅時間，就兩數左右，看人強呢，看冇做行，嚟表示看人嘅意思條件條件就看人嘅旁件是看穷嘅都是牛牛师傅牛牛师傅牛牛後背一技術花太人強呢，也就係頭擺生人嚟搞嘅啦師傅牛牛見花人強呢，先將頭擺嘅自動茶、喜茶。cái馬達cái này cái mô tả phát thùng này cá nhiều cái ý思啦，所以講也從一個師傅娘娘的加油叫發言權的加油的意思。兩數 M 都是邊面向下彎這個都市個通好，都市個通表演很用嘅表演，他講喺度。假設對需求險次嘅鄉親也按多呢，會注意一下一個兩數 M 頭，兩數 M 呢頭啦，好多人講頭幫你哋發燒頭啦痛嘅，我也白上腦筋嘅，上腦筋。兩數 M 頭M 有兩隻詞，一個是 M， 另外一個那個挑數片嗰個鹽。上鹽嘅鹽這是兩數嘅 M 水嘅 M，
一个 M 咯，就 M 方里嘅 M 冇相同啊，哈，後來第二說樹沉沉多，樹沉沉多，表示上腦筋，唔知一樣嘅爭好安尼哈。後來再看底下嘅圖哈，本嘅圖，沿路沿愛行動嘅表態，同樹拿創嘅 PB 啊，一個 P 帶。我哋可以付出肢體語言嘅表情表態。假如我講啊，除了肢體語言以外呢，還有時咧就講，跟伊講就假面具啦、模嘅啦、虎啦，乜嘅東西加下去啊。肢體語言嘅表態包含了一個總共做嘅，跟伊講啊，就喜怒哀樂嘅一個表現啊，嚇。喜怒哀樂嘅表現，所以以上基本嘢簡單講到嘢嚇，時間冇太長啊嚇。善用肢體語言可以增加表演嘅效果，確實係有用。但下嘅圖呢，我不是貼出來，主要是希望各位鄉親大家來了解，練吟詩的講話、表演等等方面呢，非常大嘅幫忙。看大下。單個嘅，同底下嘅，個聲母啊，只有中間嘅 R A O， 三嘅 R A O， 個數嘅 A 呢，就用 E， 和一個 A 嘅時間都單個嘅一個那個英文聲母，而 R A O 嘅聲母完全都相同，即係講哇、喂、哇啦、呀、嘛、那。嘎巴，單音詩嘅時間冇聲母，就啊，A 嘅時間呢就喂、咧、耶、咩、呢、嘅、嘅、別，單音詩嘅時間也係冇聲母。O 嘅時間呢就是我了、耶、麼、能、個、啵 ，O 嘅音，個數呢就做 V、D、E、咪、你、基、B 嘅音，假設從山歌，那個老山歌都平平小調啊，那係冇用練吟詩啊，一唱嘅就冇入咪哦，冇神氣哦，嚇。按個 A 音呢 ，A 音呢就按實體詩，望文生義，所以有聲母，唱聲母嘅就按到本吟詩，按聲母韻母。唱韻母嘅就按到本吟詩，要加上聲母嘅呢，就按到語音嘛，語音。所以講啊 ，A 音呢全部實體詩。我哋嘅學位同教育部嘅練吟詩，可能大家冇詳細一個研究。A 音呢而係用本音嘛，本音。又假使係按你教下去，係因為聲音嘅全部。thuộc A 啊 A 哦，做 A 等 A 幾乜嘅安尼前種啊ทั้ง看安尼，我也唔神奇啊也就講啊看ทั้งP 識嚟講嘅，就為了嘢咩呢嘅別嘅音，也嘅就練吟詩按中文嘅詩呢，A 音呢有啊。有巴拉有馬那個巴，耶咯，一隻耶啦，同後尾嘅就挑書邊嘅耶嘛，強音，但是用法不一樣。中間一個耶就詞上嘅冇3點水嘅耶，一個耶呢就只有前後相同嘅東西。前像講啊，兩個語錄啊，唔係強調話一啲我假使係冇相同嘅呢？我強調話sắc條一個相同有巴拉有馬那個巴，個 A 音咩呢？有嘢八雜詩，第一個是第三嘅，第二三嘅，第三三，第四三，看呢度是呢度在字前面是動詞，冇錯名詞按得到為得，頭前是形容詞動詞，按了呢，頭前是形容詞動詞
按一个天意嘅相同，但是一个好好话，但是北部乡亲用好好话啊，也冇唔错，但是那个我认为一个都俺人都西洋话好好话，北部是好好话，冇真差，但是还是要用点，要用点啊，副词，用在字。在字呢，就变了一个头前的名词，动词，动词、形容词，总得用在字安。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一个多多研究，一个练习是一級一个集体语言啊，俺们嘅学语嘅发吐程度、正确度嘅水准嘅素质嘅提高。俺人表演的功力也会增加，尤其南部嘅乡亲，加油加油哈！以上是望大家感谢你，谢谢。神夢按自西要中醫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